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科學證據，證明咧聖經係神嘅話語。聖經咧唔係一本科學嘅書籍，但係咧佢講及呢個大自然嘅現象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幾千年前嘅講及好多大自然嘅現象咧，我哋呢幾百年啲科學家咧發覺咧，哇，完全正確嘅，正正咧係聖經咁好似聖經所言嘅。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其中一個例子嚇。2000年前咧，聖經已揭示一個令人震撼嘅真理原來整個可見嘅世界其實咧係由人眼睇唔到嘅元素咧所構成嘅聖經咧喺2000年前咧希伯來書11章3節係向世人宣告，佢話咧，這樣看得見的是從看不見的做出來的。喺嗰個時代人類咧對物質嘅理解咧仍係停留喺表面嘅觀察，對於咩叫原子分子粒子咧係毫無概念嘅。咁所以呢個希伯來書呢個宣告咧喺當時睇嚟咧係不可理解嘅，係一啲神秘嘅語言嚟嘅。但係隨着科學嘅進展咧，特別係19世紀以嚟嘅物理同化學嘅研究咧，人類終於發現咧所有嘅物質都係由原子組成嘅。而原子本身咧係肉眼睇唔到嘅微小粒子嚟嘅所有嘅物質無論係一個手機一本聖經一張台一張凳都係由無數嘅原子組成嘅。咁原子本身咧係肉眼睇唔到嘅。咁呢一類嘅科學發現咧就恰恰印證咗聖經嘅話語啦。2000年前喺沒有任何科學儀器理論模型嘅時代咧，聖經嘅作者咧竟然能夠宣告看得見的東西是從看不見的東西做出來的咁呢句話咧唔止係信仰嘅宣言更係對物質世界本質嘅深刻洞察唔係人類智慧嘅推論而係神嘅啟示嚟嘅。聖經咧唔係一部科學嘅教科書，佢嘅目的咧唔係教授物理、化學或者天文學，而係引導人咧認識真神，得着救恩同埋永生。但係令人驚嘆嘅係咧，聖經所記載嘅每一句話，如果係涉及自然現象咧，都係超前嘅啟示，同後來嘅科學發現咧係和諧一致嘅。呢個正顯明嘅聖經嘅來源咧，唔係出於人意，而係出於咧那位創造萬有掌管萬物嘅永活真神嘅。詩篇33篇9節講，因為他說就有，